选择外线出手，中间走，快攻，这边走，好，篮下跟进的投手，那么旁边还有王阳明得分。吴优选择了一个4分出手不中 ，T back， 那边前面曹芳，这边一个。 Substitution Team Ice 进球换人。